日以矛盾為主題，教會我們認識團隊中的情緒，也學會與他們相處。比賽前，我腦海裏不停回響，會不會拉錯方向，會不會被責怪，壓力不斷堆疊。但比賽開始後，我發現不止我，所有隊員的糾結與不安都在團隊的力量中慢慢散去。我們的心像被同一根繩索牽住，彼此守護。導師們教我們的方法如同定心的錨，幫助大家平復情緒，專注當下，放下多餘的負擔。雖然還是會緊張，但我們學會接納自己，帶着謹慎全心合作。活動結束後，心裏的包袱輕了不少。以前容易焦慮，現在學會與他相處，也懂得責任與信任的意義。希望這些體驗能在未來的風紀工作中繼續為我們定心。